我同周凱旋相交相知，前前後後已經有32年啦。1993年嗰陣，32歲嘅周凱旋因為北京東方廣場個項目同我邂逅，我比佢大33年。2006年羅馬街頭嗰個世紀一拖被記者拍到之後，全城轟動，佢哋話呢一拖直接拖出咗佢嘅地位，又話我哋拍拖成日帶住成班保鏢，根本冇二人世界。講起我同周凱旋嘅緣分，就不得不提北京東方廣場呢個項目。90年代嗰陣，香港地產商個個都想衝入內地 ，no 世界。周凱旋夾埋張培薇、董建華專程喺香港四圍揾合作伙伴，搞東方廣場呢個大計，當中就睇中咗我。1993年係我哋第一次見面，佢真係做足功課，帶嚟嘅資料詳實又周全，淨係用咗5分鐘就成功說服咗我。我當場敲定合作，仲將項目中最棘手嘅拆遷工作全權交俾佢負責，同時承諾俾佢2.5%嘅顧問費。最後計落，按照東方廣場20億美元嘅總投資，周凱旋就攞咗4億港紙顧問費。呢筆錢係佢當年賺到最多嘅一筆，亦都係因為呢個項目，我同佢嘅關係變得更加親近，唔只係商界拍檔，更係生活入邊嘅知心好友。2018年我宣布退下火線之後，周凱旋喺商界就有咗個響當當嘅花名，成哥代言人，經常幫我傳話，打理好多幕後事務。佢喺香島道2號嘅別墅，離我深水灣嘅大宅車程先至5分鐘，我哋成日一齊喺深水灣高爾夫球場食早餐。